喝完3天，气色亮一阶，这滴鸡精真的有挂吗？姐妹，我发誓，这包滴鸡精真的不是普通厉害。我原本每天熬夜，脸色暗沉到不行，结果喝了3天，气色亮到朋友都以为我去做医美。它是用台湾红羽土鸡慢火滴出来的精华，整整9小时熬成1滴不浪费，喝起来香醇不腥，完全无油感。还是无防腐、零胆固醇、无抗生素，超安心。最棒的是可以常温保存，不用冰，想喝就喝，超适合懒人和忙碌上班族。早上空腹来1包，精神饱满1整天；下午疲惫时补1包，瞬间回血；晚上睡前再喝1包，暖身又好眠。尤其月经前或熬夜后喝，气色明显亮一阶，整个人看起来像开滤镜一样，真的太神了啊！